繁华的夜都市灯光闪闪烁，这闪闪烁烁的灯火，其实对这大自然的生态是有正大的危害哦。这日头落山了后的阳明山国家公园是充满生命力，有超过20种的水鸡甲蛤仔，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暗暝内面的草山。手镜头啊一起，出现各种四脚的叫声，这是草山的大自然合唱团。阁有一张的投影片，记录地都野、蛇、这野生性动物。日头落山代表阁过一天路，但是这时阵阳明山丰富的夜间生态才当要到日起国。新奇结合互动的暗暝导览，就伫咧阳明实验山厝展出。阮想要甲迄自然的生态用较特别的方式介绍给阮来爬山的民众。阮即摆就用电脑的方式，甲这录音录到阮的电脑内底。你咧现场，你就按压这按钮，你就会感觉讲，敢若亲像你行入森林内底，你听到。真侪无同的四脚仔因一起唱歌，阮就甲伊称作青蛙歌手安尼。也有这条涂骹底的动物高速公路，过路客有腊里、长尾山羊、龟子肉等等。因为城市人为的光线对暗暝的生态有正大的危害，展览也带入暗空公园的概念，和民众认目更有感。就大概知道说。光害这件事情会造成生物的或对生态的影响，对，但是暗空的确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议题，就是这个名词是算是因为这个活动才知道。暗空运动，我们说的是说，我们希望对于照明这件事情，照明是有礼貌的。那就像我们人跟人说话一样，我们会用适当的音量，照明也是，所以照明我们会可能用适当的亮度，或者说适当的角度。用5个主题来小解迷失的草山，用生物的视线来发现深夜的生态世界，也来探讨光辉通明时代的光污染议题，推动暗空的保育观念，望代代子孙夜头看，拢有美丽的天星闪烁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